我是贝拉，今年13岁。我演讲的题目是汉语让我的梦想起航。我喜欢跳舞、听音乐、看电影，尤其是《功夫熊猫》和《花木兰》。学习汉语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快乐的舞蹈，每次听到就受喜悦，我总是忍不住跟着音乐跳舞，好像自己也融入了那美丽的音乐和舞蹈之中。中国舞蹈的优美深深吸引我，虽然有些动作比较难，但每次跳中国舞蹈，我都感觉自己与中国文化更加贴近。我的梦想便是有一天能去中国看长城、故宫、兵马俑等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在天安门前跳一支马达加斯加舞，在长城脚下用中文大声喊“中国，我来了”。为了实现我的梦想，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汉语，让我的梦想在语言的道路上越飞越高，越走越远。谢谢大家。我大地右手握着剑，长乱跌出了盛放的山间，发誓官，匆匆地换成了年，三千世，如所不见。左手捻着花，右手舞着剑，泪溅了霜，一万年的雪。世界小学生中文秀马达加斯加赛区的冠军是10号选手贝拉，83.43分。Bella sono tutte le peggiori dal 20 al 20 te รวมฝันพูดไปเตรวมเดี๋ยว